么样？我这店还不错吧？对了，你不是在天宫吗？怎么跑到深山老林里了？说来话长啊。我是四不像，上古瑞兽，与貔貅同为姜子牙的坐骑，一起参加了封神之战。本来封神之后呢，我在天庭过起了悠闲的退休生活。是您呐，有什么事吗？我说，你这一天到晚这么闲也不是个事儿啊！天庭也是不养闲人的，给你个任务。不想去。那我说了，天庭的神兽虽然一个个的膘肥体壮，但是凡间还有很落魄的神兽。为体现天庭的人道主义，本着以兽为本的宗旨，决定让你下凡去照顾那些落魄的神兽。我话讲完，你不反对吧？我反对。反对无效，下去吧您嘞！下凡这么危险的事，你好歹给我件趁手的兵器吧。兵器你也带盘天铁呀！哎，好了，给你买份保险，你速下凡去啊！不许偷懒哟！我在凡间一边努力卖货，一边帮神兽们排忧解难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居然睡着了，好过分！只有假期才能跟朋友们出去放松放松。嗨，大城市真的太不适合游玩了。不过好在我还有一家店铺。什么破地方！走了，我要去山里隐居，别拦着我！再见了，大城市，没法待了。所以我跑到这里开了这家店，做点小生意，顺便照顾流落各处的神兽。这是什么呀？真好吃！狗粮怎么支付？扫码还是现金？同事这么多年，你竟然给我吃狗粮，还管我要钱！今时不同往日，如果你没钱，那就卖身还债吧。你想干什么？店内保安，管吃管住，工作轻松，意下如何？就你这破店还需要保安？不瞒你说，我这路人店虽然偏僻，却藏了不少宝贝。宝贝？什么宝贝？金山银山。好，你放心吧，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你宝贝一根汗毛碴。那好，给你入职的第一份工作，帮我抓2个在逃员工。华强这样找得到才怪呢！四不像。哦，你们2个消失了这么久，还以为你们跑了呢。怎么可能？说好了打工数奖，我们兄弟说话算话。我们这次找到了好多宝物，还抓了个小偷。小偷？可是貔貅偷了我们的奖，被我们抓到了。貔貅值不少钱吧？快把它放出来！吃过的宝物它会变回原形的，到时候就糟了。区坚果，还想关注本大爷？那是不是我们的宝物全被吃了？我就知道，皮皮最喜欢吃值钱的东西了。我们的大坚果，我们的宝物！不管，吃进去就是我的了。只好从皮皮的工资里扣。什么？都吃了什么东西啊？我想想。朝阳饭、猪鲜芥、八卦衣、阴阳鸡、地风、猪太鸡、屠夫、羊锁、山河蛇、鸡头、四季对、鸡头七、北京车白。我吃了那么多了吗？按你现在的工资来算，大概得还个6、700年吧。你说错了吧？这不是老君身边的小童子吗？你是四不像。怎么了？跟你哥哥走散了？
那个，我能帮你找到他哟。不过我一向是有偿劳动的。那个，我是说，怎么不愿意吗？不是啊，你能不能上完厕所再说话呀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说的是成交吗？我说我没钱。我回来啦，找到金角了。哥哥，金角，来吧，说好的报酬。报酬。哥哥，我和他说好了，只要能找到你，我就把头上这对角给他。不行！怎么，要反悔吗？才不会！我们两兄弟说话算话，但角是我们的象征，我不能让我弟弟一直都没有。哥哥，啊？给，一人一只，拿去。你们现在也没有去处，不如就在我的店里打工，攒钱赎回你们的角，如何？哟，醒了？大清早的，你干什么呀？那还用说吗？当然是帮你好好打扮打扮。突然对我这么好，是不是又在打什么坏主意？哎呀，你想多了。我给你组织了一场粉丝见面会，见之前肯定要打扮一下的。不信的话，你看外面。真的有好多粉丝，四不像，没想到你改邪归正了嘛。就说没骗你呢。各位看官，您上眼瞧，下面由我来为大家展示貔貅的正确摸法。四不像，你又坑我！一摸貔貅头，鸿运正当头；二摸貔貅背，是背背可封侯；三摸貔貅臀，平步青鸾云；在臀部抓一把，有抓财之意。貔貅无定，不用担心卫生问题哟。你等着，我非吃了你！被袭击了。那黑鹰的速度很快，力气也贼大，一下子就把我打晕了。我醒来以后，就被纹了个八字眉，我被偷了指甲，被换了个大眼睛。我们以后怎么见人了？好像也没有什么不能见人的吧。所以这次上山想请大兄弟帮忙调查一下。话虽这么说，但是路人店也不是慈善机构。俺们特意准备了一点辛苦费，为民除害乃是我们路人店的天职。去吧，皮皮。你个老财迷！哟，这不是四兄之一的饕餮吗？哼，还四兄呢，居然笨到自己吃了自己的身体！你还好意思说我？别以为你和你哥……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搅浑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你和你……他刚才说什么？没听清。四不像，不是说好今晚要年终聚餐吗？大家很快就要到了。哦，好烫好烫！四不像，你发烧了。你等着，我这就去给你降温。嗨，小不像。你丫干嘛呢？哪有您这么降温的呀？他都快凉透了。那该怎么办啊？他现在需要的是维 C， 还有热水。他要手透了！四不像，醒醒啊！你别吓我。别担心，我还给四不像熬了药，吃了不行立马就好。白了您嘞！四不像，我没捣乱，我只想让四不像赶紧好好得了吧你！我感觉好点了，能不能辛苦兔爷给大家备饭？得嘞，你好好休息吧。
交给我。不想。好暖。哎呀，年初生意不景气，要不做一批产品回血？大家有什么建议吗？做个纯金貔貅像，嘿，招财进宝，人见人爱。你是自己想吃吧？做我哥哥的等身抱枕吧，这样随时随地都可以做我哥哥。除了你，根本没人想买。我们还有去年珍藏的存货，可以拿去卖。不了！哎呀，就没有一个靠谱的吗？这种事情还得靠我啊！我早就囤了一批质量上乘的周边产品，就在我家里。你家在哪儿啊？就在这儿，这儿就是入口。你什么时候挖的？嗨，很早之前了。来，各位游客您小心脚下，这里头可是我精心装修过的豪宅。欢迎光临。这是店后面的湖？没错，这些都是小意思，接下来才是大咒登场。请看爷重金打造的豪华周边展览厅，好多四不像，但是好像又不太一样。没错，这里的四不像周边应有尽有，不仅有四不像玩偶，还有限量的四不像徽章，还有四不像旋转木马立牌，还有四不像 LED 灯，还有四不像小猫围脖袜子，以及全套的四不像内衣裤。哇，四不像的雕像！啊，这几只丑鸡的看上去很好吃。住嘴吧您呐，这可不是给你吃的，这些雕像都是我一口一口啃出来的。我不想知道。这些都是四老板的肖像画。没错，蒙娜丽四、四不像日葵、格尔斯卡、四叶裙、四破仑、耳环、四呐喊、四秋千、四十岁、四打牌四，还有我最喜欢的这幅四不像的诞生。哦，这个粉色的按钮是什么？等一下，别那个。这里有好多四不像哎，就是画风不太一样，有四不像的，还有四不像的和。等等啊，四不像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我做你的不是为了，是因为皮皮，谁把这么多吃了？也辛辛苦苦做的周边全没了。这雕像怎么没有脸啊？因为我没见过四不像摘掉面具的样子啊。我们见过。这不是一般的绳子。你在干嘛？我是来帮你打扫卫生的。呀，迷了眼了吗？四不像，那只好。清爽。其实我的眼里也进了沙子，可能马上就要失明了。在那之前，能不能让我看一眼你？这个给你当拐棍儿，山里没有盲道，你可千万要当心呢。我会帮你找条导盲犬的。这么多胶带，
能把四不像的面具给摘下来。我的脸还是被你看到了呢。只好等你洗澡的时候摘掉面具了。Surprise！ 终于让我，居然还戴着呢！你在干嘛？不是来看看有没有偷拍你洗澡的变态？就是你吧！终于。不要！晚安。永远不要摘下你的面具。四不像，门口来了一只好大的狗子。哦，这么快又有生意了？谛听，您大老远上这儿来，不会是要带谁下去吧？不，我来此是有求于你。其实我已经1个月没睡觉了。啊！在我国传统文化中，音乐具有安神入眠的功效。哦，你还会演奏音乐？如何？不错不错，已经和地府的明月相差无几了。啊，既然如此，这是用针灸刺激穴位，帮助睡眠。膻中、百会、印堂、七星连珠火灌安神，搭配药浴：党参、当归、枸杞、佛手、桑叶、三七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大蒜、生姜、葱花、香菜、小米辣。哇，好香啊！女主谛听吃怎么都不教我呢？你快别添乱了你！哎，恕本店庙小，无能为力了。哎，可惜啊，本来我还准备了上百万的酬劳。啊！哎，且慢！低既然您都这么低头，只好给您物理疗法了。哎，别跑啊！哎，不是要治疗失眠吗？抱头！左右。哎，皮皮，抓住他！我又开始吃谛听了吗？回头！没用的，你们心里想什么我都能听到。居然还醒着！我是来治疗失眠的，不是让你们送我回家的。哎，心语消失了。哦，竟然是天线功能嘛！看来觉长好之前，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还不开饭吗？哦，是谛听的治疗费起来。怎么不拿杨家的钱给我支付啊？今天天气真是不错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。话说我们好好的，干嘛来地府？是某个家伙要用地府观光之旅来抵治疗失眠的费用。客官想要拍照留念吗？大头贴限时免费体验哦！大头贴，大头贴，免费的。我要拍，我要拍！怎么都是黑白的呀？看着好不吉利啊！本店还附赠表框服务哦！不需要。今天就在家里请大家吃饭。上菜了，地府纪念子地狱辣9公给。哎呀，最后就吃顿火锅啊！
糟糕，我不能吃辣呀！不吃的话又太亏了。是青铜。只吃一点点，应该就没问题了吧？四不像！我市明之山动物园有一头身着红色披风的大白老虎意外脱逃，请广大市民提高警惕。四不像，这只大白老虎不会跑到咱这儿吧？你是不是又乱吃东西了？放心吧，这里离城市可是非常远的，它再怎么跑也不可能。啊？你好，请问？谁啊？我话还没说完，为何要关门呢？四不像，你怎么了？剑，把无主的剑还来。着急嘛，剑就在皮皮的肚子里，等有合适的时机，一定帮您取出来。完蛋了，貔貅只进不出，死定了。好吧。不过，剑取出来之前，我是不会离开此地的。啊？那您就先在兔爷那儿将就一下吧。有谁要吃西瓜吗？有西瓜。整整一车在门口哦。哦，四不像，你良心发现了。这是天庭发的高温补贴了，我来给你们切一下，别着急。啊！竟敢糟蹋我的西瓜福利！战虎你！小皮皮！我的瓜！没瓜了。我的店！今天就到这里吧。来，兔爷儿，上来，我们走。而且，你不觉得最近店里的神兽有点发福吗？哦，不一直都是这样吗？长此以往不利于神兽健康啊！速去办一场运动会。不办行不行？各位亲友，路人店将举办一场盛大的运动会，冠军可以获得神秘奖品，很贵的那种哦。四不像，没事吧？有事儿啊？能不能放我下去？太好了，只要四不像你没事，比赛什么的 ，I don't care。上来呀，还比不比了？赢了！下面由我来颁发大奖，限量版连号冥币一车。这不是上次迪厅给你的废纸吗？但是考虑到皮皮1年以来的破坏，有吗？奖金就拿来抵债了。阿牛，收起来。根本就不